澎湖的国军第一作战区昨头摆执行暗时的定强操演实弹训练。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机部也表示，操演会当让官兵熟手暗时的战场，强化暗时作战的能力。报当中 M60A3 战车甲 CM2 架车伫火网掩护之下发射炮弹进行团hand火枪甲团战斗，标出火光，场面正震撼。伫澎湖国军第一作战区就是暗时执行定强操演实弹射击训练，这是定强操演第摆伫暗时实弹射击训练。官兵伫战术位置接到射击指令了，各种武器依照作战进程来射击。我们战甲车上面都有配附星光夜视镜，实施驾驶的机动。那同时针对战车的射手方面，会有夜间的一些观瞄装置实施射击。另轻兵器同时有配附相关的夜视镜，可实施夜间射击。第一作战区指出，加强进行时，敌军利用暗时视线不好对国军进行突击定略。国军进行3阶段状况演练，分别是防空接战、团按火枪甲团战斗。澎湖部配置18个阵地实弹射击，总共发射32000多粒各种的弹药。日间跟夜间的视线一定有落差，现在都有配附给战车各成员夜视镜。头戴夜视镜跟驾驶手夜视镜，射手则是热像镜。借由连续状况的响定，教育官兵弟兄姐妹，敌人不会在我们预料之内的时间来犯，并且能够增加我们实战化的经验以及帮助。这摆定强操演加强军伫福建平潭的牛山岛周围实弹操演共一天。不过澎湖定强操演是每年例行的外岛火炮射击演习之一，为支持继续到25，今年用一架连续演练，真罕见规划夜间射击，就是希望借夜间作战演练来验证各项装备，和部队熟悉夜间战场环境，应对未来可能的夜间作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